来看位伫关岛附近海面上的热带性低气压，伫今仔透早已经结束今年第26号风台凤凰往西北西方向的移动，按算初十五会到菲律宾吕宋岛的附近，后礼拜二、拜三会影响台湾。也毋过，中央气象局是表示讲，风台的强度甲路线是阁无法度确定。 那我们也可以看到，后期其实不确定性还是相当的高。那尤其是在它在转弯的情形之下呢，整个北转的角度上面，跟台湾距离的远近，到时候还是会有一些比较明显的差异。所以到时候它北上的角度比较早北转，或者是比较晚，以及它上来之后强度的变化，都会是我们要持续关注的重点。 气象专家嘛提醒讲，因为东北季风甲凤凰风台的外围环流可能会互相影响，或这方面的雨水会愈多。气象署嘛强调讲，风台的强度甲路线各会有变化，对台湾的影响嘛爱去观察。嘛呼吁民众要爱随时来注意上新的气象的变化，要爱做好准备。